那是一次安靜的採訪。Lucas 坐在椅子上，穿着深灰色外套，領口翻得不太整齊，像是出門前嚟不及整理。他沒有刻意躲避鏡頭，也沒有主動迎向他，只是在他被問到關於童年記憶的問題時，用一段平直的陳述完成了回答。他說他記得一些片段，記得某些聲音、某些場景，也記得當時自己的反應。他沒有用恨或怨來描述那些記憶，只是說旋流着。他描述的內容沒有指向具體的事件，沒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只是在回答中確認了那些記憶的存在，然後列出了那段對話。他的措辭沒有使用任何可以被解讀為控訴的詞彙，也沒有在句末留下需要對方回應的空間，像一扇被他確認過已經關閉的門，不再需要檢查它是否旋開着。那段採訪中，他在回答關於父親的問題時，停頓了大約2秒。那2秒不是猶豫，像是他正在確認那些記憶是否仍然處於他最後一次檢查他們時的位置。他說：我小時候以為所有父親都是那樣的。這句話的長度與其他回答一致，沒有因為他的內容涉及到以為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式。他在使用以為時沒有放慢語速，沒有因為他需要被解釋而延長他在回答中的停留時間，也沒有因為他的內容可能與他與父親的關係相關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他在說完之後繼續回答下一個問題，沒有返回去確認那句話是否已經被完整接收。他在回答中已經完成了對那段記憶的定位，不需要再被重新檢查，因為他在被說出口時已經被確認過他的位置，而那個確認不需要在之後的時間裏被重新驗證。那段採訪播出後，關於謝霆鋒在 Lucas 童年時期是否缺席的討論再次被點燃。Lucas 曾在2019年接受港媒採訪時說過：我很忙，我生病了，弟弟發燒了，只有媽媽陪伴我們。他傳說過我不後悔媽咪和他分開，因為他配不上我媽咪。這些措辭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以不同的時間點出現，但他們在方向上保持了一致，他們都指向同一個位置，在他需要的時候，父親不在場的位置。Lucas 在那些年裡的表達方式，從他很忙逐漸演變到配不上，在措辭上發生了變化，但那個位置本身沒有移動過。他在不同時間點使用的措辭，在長度上有所增加，但每一次都保持了相同的落點。他在使用配不上時，沒有因為他比很忙更具評價性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在他後面添加說明來縮小他的範圍。他只是更換了他用來複合那個位置的詞，沒有因為他被更換而需要重新調整位置的長度。謝霆鋒在那些年的回應方式與 Lucas 的表達之間保持着一段可以被觀察到的距離。他曾在2009年表示有人出價1000萬請 Lucas 拍廣告，但他推掉了，因為他不想影響兒子成長。他在2019年 Lucas 的採訪引發討論後迅速發文澄清，否認父子關係破裂。他在那些回應中沒有對 Lucas 的具體描述做出直接的評論，也沒有因為他缺席的事實被公開而需要調整他的立場。他只是確認了那段關係仍然存在，沒有因為被質疑而需要在確認之外添加更多說明來擁持他的邊界。他的回應在多次重複中保持了句式的一致性，不因為被問到的次數增加而需要縮短它的長度，也不因為時間的推移而需要調整它複及的範圍。他在2019年發文否認父子關係破裂時，使用了與他在2009年表態時相似的句式列構，不因為兩次回應之間的時間間隔而需要改變他在回答中的位置。像柏茲在這些討論中的沉默形成了一個對照。他在2018年三胎出生後對外界的追問沒有做出過回應，在媒體猜測三胎生父的身份時選擇了沉默。他的沉默與他在回應過去時使用的方式一致，不解釋，不澄清，不讓那些猜測獲得新的材料來延長他們的生命週期。Lucas 在採訪中提到童年記憶時使用的平直語氣，
與他母親在面對公開討論時使用的處理方式在節奏上相似，不展開，不修飾，只確認存在，然後列出。他在2018年之後沒有在任何採訪中提到過那段關係。他在被問及過去時使用過去了嚟收尾，不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他在那些年裡處理問題的方式，在列構上保持了一致。他也通過自己的沉默完成了對那段關係的最後一次定位，然後不再需要調整他的位置。Lucas 描述的那些記憶，在他的成長過程中被多次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過。他在被問到父親關係時，曾經說過因為他很忙，我生病了，弟弟發燒了，只有媽媽陪伴我們。他在說這些話時，還沒有發展出複雜的措辭能力，只能描述他看到的事實，而不是分析那些事實背後的原因。那些事實在被他說出來的時候，已經被他觀察過足夠多次，不需要再被重新確認。他不需要通過增加細節來讓那些記憶變得更真實，因為那些記憶在他描述時已經被他確認過無數次了。他的表達方式在成長過程中沒有改變過他的方向，只是複雜他的措辭在長度上有所增加。他不需要為那些記憶添加更多的細節來讓他們更完整，因為他在描述他們時已經用最少的詞完成了對他們位置的確認，不需要再添加新的內容來擴展他們的範圍。他在回答旋流着的時候，已經確認過那些記憶的存在狀態，不需要再被重新檢查，因為那些記憶的完整性已經被確認過，不因為他的年齡增長而需要調整他在記憶中的位置。謝霆鋒在那些年裡，曾在2009年表示有人出價1000萬請 Lucas 拍廣告，但他推掉了，因為不想影響兒子成長。這個表態與 Lucas 描述的那些記憶之間沒有形成直接的對應關係。Lucas 描述的是缺席，而謝霆鋒提到的是保護，兩段敘述在不同層面上平衡，沒有在任何一個時間點完成對位。張柏芝的沉默沒有為 Lucas 的描述添加任何補充，也沒有為謝霆鋒的表態提供驗證，他只是在那些年完成了他自己的部分，不需要因為其他人已經完成的部分而需要調整他自己的位置。他不需要在事後為那些描述添加任何補充，因為那些描述在他沉默的框架內已經完成了各自的定位，不需要他額外增加說明來調整他們之間的對齊。他在那些年裡沒有調整過他們之間的距離，因為他從一開始就不需要為他們設定任何對齊方式，只需要確認他們各自已經完成了各自的定位。他已經在那些年完成了對他們的定位，並且已經確認過他們不需要被調整，因此在之後的時間裡也不會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需要重新檢查他們的對齊狀態，因為他們在完成時已經被確認過是獨立的，不需要對齊來驗證他們的正確性。Lucas 在2022年接受的那次採訪中提到旋流着之後，沒有繼續展開那段記憶的具體內容。他在回答完那個問題後，沒有因為在回答中確認了那段記憶的存在而需要在後續的對話中返回去補充細節，也沒有因為他在被說出口時已經被完成而需要為他添加新的說明來確認他在空間中的位置是否已經穩固。他在回答中已經完成了對那段記憶的定位，並且在完成定位時已經確認過他不再需要調整，因此他在他之後的時間裡也不會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需要被重新檢查。謝霆鋒在那段採訪播出後的回應，在時間上緊跟在他的傳播之後。他發布的聲明字數不多，與他在2019年回應 Lucas 發言時使用的聲明在列構上相似。他的聲明中沒有出現解釋或澄清這類詞，只是確認了那段關係仍然存在。他在聲明中使用的句式與他在2009年表態時使用的句式在列構上相近，沒有因為時間已經過去多年而需要調整他在聲明中使用的措辭。他在聲明中使用的語氣與他平時表態時一致，沒有因為那段採訪涉及童年記憶而需要調整他在聲明中的語調。他的聲明在發布後被一些人引用，但他的內容在重複傳播中保持着原始的長度和列構，
沒有被縮短或擴展，也沒有因為需要的應不同的使用場景而被修改。像柏茲在那段採訪播出後，既沒有轉發也沒有評論，沒有在社交平台上發布任何暗示性內容來回應 Lucas 那段話。他在之後的一次採訪中被問到你看到 Lucas 那段採訪了嗎時，他的回答是看到了。他說的是他記得的。他在使用他記得的來定位那段話的來源後，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他在回答中確認了他已經看到了那段話，並且確認了那段話的來源是 Lucas 的記憶，然後列出了對話，沒有因為他可能被追問而需要預留後續的回應空間。Lucas 在接受那次採訪之後，沒有在公開場合中再次提起過那段記憶。他的採訪內容在傳播過程中被多次引用，但他本人沒有再發布任何補充說明或回應後續討論。他在那些年裡保持了與之前相似的公開露面頻率，沒有因為那段話被討論而需要調整他的社交行為。他在2023年被拍到的畫面中與同學走在一起。他的姿態與他在2022年採訪時一致，不因為那段採訪的內容而需要調整他在被拍到時的表情或動作。他在那段採訪後沒有因為那些記憶的存在而需要調整他與謝霆鋒之間的距離，也沒有因為那段話被討論而需要調整他與其他人的互動方式。謝霆鋒在2023年的一次採訪中被問到你覺得自己在孩子成長過程中錯過了多少時，他的回答在停讀後完成，有些時間回不去了。他的回答中沒有使用遺憾或後悔這類詞，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式。他在回答中確認了一些時間的不可逆性，然後列出了對話，沒有因為他可能被追問而需要預留後續的回應空間。他在回答中使用了回不去了來列出對話，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像柏茲在2023年的一次採訪中被問到你覺得自己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做得最對的是什麼時，他的回答是我在。他的回答只用了2個字，比他在之前回答同類問題時使用的字數更少，但他在功能上與他更長的回答一致。他使用我在來複合他在他成長過程中的位置，沒有因為他只有2個字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他的回答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過，但每一次都以相近的長度收尾。他在那個階段的回答中，長度逐漸縮短，但他們在功能上保持一致，都在確認他的在場狀態，不因為他縮短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複合的範圍。Lucas 在2024年的一次被拍到的畫面中，與像柏茲走在一起，兩人之間的間距保持在約1臂的範圍內。他走在他側後方，步伐與他一致。他在那段畫面中低頭說了一句怎麼，他沒有放慢腳步來回應他，他也沒有因為需要確認他的回應而放慢腳步。兩人在行走過程中保持着相同的速度，不因為對話的間隙而需要調整步伐的節奏。他走在他側後方，保持着1臂的間距，沒有被因為被拍到而縮短或拉大間距。他的步伐節奏與他一致，沒有因為被拍到而需要調整步伐的節奏。謝霆鋒在2024年沒有被拍到與 Lucas 同框的畫面。他在一段採訪中被問到你希望 Lucas 怎麼看待你時，他的回答是怎麼看待都可以。他在回答中使用了都可以來複合他希望的範圍，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迴避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他在回答中使用了都可以來列出對話，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Lucas 在2024年年底的一次非常規對話中被問到你覺得你現在處理那些記憶的方式和以前有怎麼不同時，他的回答是以前他們會來找我，現在他們來的時候，我可以坐着等他們走。
他在回答中使用了坐着等他們走來確認他與那些記憶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不是讓他被刪除或遺忘，而是他已經完成了對位置的確認，並且不會再移動了。他沒有在回答中使用放下了或釋懷了這類詞，因為那些詞意味着一個主動的動作，而他選擇了一個更接近承認他們存在的描述方式。他在回答中確認了那些記憶仍然存在，只是他們不再需要被他主動處理了。他在回答中完成了他與那些記憶之間的最終定位，並且已經確認過他不再需要調整了。